间质性膀胱炎，也就是俗称的膀胱疼痛症候群，是一种临床的症状组合的统称。在台湾的盛行率，对2002年每10万人有21.8，提升到2013年40.2位。其中女性是男性的3倍外，而且容易发生在65岁以上。因为间质性膀胱炎不是单一的病因所造成，而且治疗上也有分传统的药物治疗、膀胱灌注、加肉毒杆菌的注射、膀胱切除等。针对这个间质性膀胱炎，当然我们临床上可以分了2大类哈，一种是溃疡型的，溃疡型的话其实比非溃疡型更少见。那在治疗方面的话，大概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非溃疡型的去探讨哈。大概我们分了好几线的治疗，第一线的话就请病人就是可能在保守治疗，比如说就是饮食的部分，可能要就是做一些调控，这些摄取比较没有那么高钾的食物，避免这个高钾的食物，因为钾离子太高的话会刺激膀胱的黏膜，表皮造成更不舒服，因为避免一些比较刺激性的，比如说咖啡、茶叶等等，再来的话可以就是做一些就是压力的放松。就跟病人卫教不要太压力，尽量就是减缓这些生活上的压力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治疗了，但药物治疗往往效果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同时会帮病人做一个麻醉下的膀胱水扩张术，去看看是不是一些溃疡型还是非溃疡型的。如果但是溃疡型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帮他做那个溃疡的烧灼，烧灼之后把一些发炎的一些黏膜烧完之后，它会改善很多。医师强调，间质性膀胱炎是一种慢性、容易来复发的疾病，而且目前还无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只会用的耐心来改善膀胱的痛痛、急尿、甲高尿等，才能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